Hello，大家好。哇，今日咧風大雨大喎，咁出邊咧都冇乜人。咁聽日嗰個週末成交嗰個樓市報告咧，可能又係一個低嘅數字，因為落雨天咧係冇咩人去睇樓啊、買樓啊，咁變咗咧嗰個成交咧就偏低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如果啲人要住房或者買樓嘅話咧，咁落雨係咪更加需要咧？所以有時啲嘢咧都好奇怪。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，就成交偏低，嗰個股市咧就去到22,000幾啦。咁喺種種嘅因素之下咧，呢陣資金入嚟香港樓市，咁拍咗喺度炒高香港嘅樓市。咁嚟緊咧就最緊要就睇個承接力，邊個會嚟接手呢個價位咧？會唔會繼續升咧？咁喺種種嘅問題之下咧，咁個承接力咧夠唔夠就形成一個好大嘅問題。如果承接力係唔夠嘅話咧，咁就樓市你覺得會向下定向上，定係持平啊？咁好簡單嘅道理啫嘛，係咪？咁再嚟咧就係，其實我哋特首咧要寫呢個施政報告嗰個香港未來5年嘅計劃，銜接呢個國策同埋大灣區個經濟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咁樣嘅話咧，顯示到咧香港經濟嘅成長或者增長或者未來嘅發展咧，唔係單靠一個樓市嚟支撐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健康嘅一個重要嘅工程嚟嘅。咁如果可以香港有多方面嘅發展嚟講咧，係對整體經濟香港市民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嚟嘅。咁希望我哋期待咧嚟緊咧會香港會朝住多方面嘅發展，有個健康嘅未來啦。我在此祝福香港，雖然依家風大雨大，但我相信咧，如果咁樣多方面嘅發展、多元化嘅發展嘅話咧，香港係一個好美好嘅將來。你哋同唔同意啊？多謝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